你估都估唔到啊！單價9000蚊就可以擁有一套碧桂園嘅絕美園林設施嘅產品啦。仲要係咩啊？明星戶型啊，大橫廳設計，我哋港人最中意嘅係咪先？跟住鏡頭，我哋睇埋落去，我哋不得不說下碧桂園喺園林啦，同埋服務啦，包括埋裝修個造紙方面係非常之高嘅。OK， 我哋入到嚟，首先見到個門口咧，個鞋櫃到底鞋櫃呢個位置係示範單位啦，唔係交標嚟嘅，佢都有配埋俾你，包括埋入門口度有個陽光房，一半面積係贈送噶啦，成套單位1227尺，4房嘅做到4房，大橫廳設計，仲要係3個露台啊！睇下點樣嘅嗱，望過嚟啦，首先見到係個餐廳部分，廚房係 U 字型嘅設計，包括埋雙門冰箱都擺得落噶啦，同埋帶埋個生活露台俾你。我哋再嚟到個客廳部分啦，客廳同埋餐廳咧係連為一體大橫廳設計啦，開間7米啊，4×7嘅開間，咁嘅開間簡直 perfect 啦。佢呢度位置咧係屬於大亞灣嘅西區，兩間房間望出去都直接可以望到個5月廣場啊，即係目測400米度嘅啫。我哋再睇埋另外3間房啊，因為呢個單位係4間房噶嘛。嚟到第一間房，佢旁邊咧就係公共嘅洗手間位置啦，裏邊光濕分離啊，都係3段式嘅。個房間就係足夠晒個做個客房啦，包括埋長輩房都冇問題嘅。另外一間房，一間做個 BB 房啊，公主房或者王子房都冇問題噶，裏邊個空間都好好嘅。最重要係咩嘢？佢度每一個戶型咧都係望向園林小區嘅喎。主人房部分仲有個自帶嘅洗手間位置，裏邊光濕分離，空間都非常之十足嘅。咁嘅空間擺張2米大床啊、衣櫃啊，全部足夠晒位置。咁大嘅飄窗，外邊望住個園林，咁嘅生活簡直係寫意啦！睇晒成套單位，呢個單位按角略計算咧就114平米嘅大橫廳設計。如果係對呢套單位嫌大嘅話，仲有其他兩套啫。一個咧就105平米嘅大3房，仲有一個係112平米嘅南北通面積4房單位。有興趣嘅記得 follow 我，了解更多嘅資訊啦。最後記得咩啊 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下一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